基本上我睇師傅咧，真係一次有個好顯著嘅效果嘅嚇。因為事緣係咩咧？就係、我呢一個做我本身做銀行界嘅嚇，咁主要平時都成日睇電腦啦，耷低頭啦，坐得多啦，咁肩頸痛咧，基本上咧係跟咗我一個好長嘅時間，4-5年到啦。咁變相我之前都睇過唔同嘅即係師傅啦嚇，有針灸嘅，有物理治療，亦都有中醫啦嚇。咁基本上都唔係話有太大嘅改善。咁機緣巧合就揾到阿師傅，咁變相咧就試一試啦。第一次真係有個好顯著嘅效果，因為係由於嗰個位置係肩頸都比較深處嘅地方啦。咁而師傅喺呢45分鐘都會係好用盡全力係去幫我去鬆弛去改善嗰個痛症啊。咁變相就都幾顯著嘅效果。咁而家去到第3次啦，基本上啲痛楚都消除晒啦。咁所以我都叫做希望可以藉住拍下條片啦，可以幫到其他相類似譬如做文職嘅一啲嘅朋友啦。哦，咁我一個總結啦，你做文職嘅，咁嚟講就話長期嘅即係做嘢嘅方式就見到肩頸痛同埋背痛同埋腰痛，咁基本上嘅話呢一次就見到佢有效啦，而家嚟咗第3次嘅。更加嘅基本上嘅會繼續嚟啦，因為覺得個效果好好，係咪咧？性價比就仲好高添。冇錯，性價比高啦，咁同埋真係每一個情況係45分鐘啦，咁其實都係冇停地，不停地去揾出我唔同嘅位置嘅一啲需要改善嘅地方，咁所以變相我嚟緊都係會繼續去改善其他可能叫做保養啦，之後就啲痛楚改善咗啦，咁就去做翻啲保健嘅情況咁樣樣。好多謝你分享。